上课，同学们好。上节课我们做完了教材和练习册上的练习，今天我们学习第2课。我每天6点起床。好，和老师一起读。第2课，我每天6点起床。生词，第一个，起床，跑步，吃药，生病，休息，出院。好，同学们，给你们时间，你们看1分钟。Хорошо, вы сами читайте, и потом выучите наизусть это значение.好，我们看第一个词，怎么读？起床。好，我们怎么说？6点半起床，不想起床，跑步，我们怎么说呀？每天早晨坚持跑步，比赛跑步。好，吃药，按时吃药。对，该吃药了。生病，我们怎么说呀？生病住院。对，还怎么说呀？生病了要按时吃药。好，下面来休息，晚上按时休息。累了就休息。出院，我们说什么？出院手续。医生说明天可以出院。好，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一遍。起床，6点半起床，不想起床，跑步，每天早晨坚持跑步，比赛跑步，吃药，
按时吃药。该吃药了。生病。生病住院。生病了要按时吃药。休息。晚上按时休息。累了就休息。出院。出院手续。医生说明天可以出院。好，我们来看语法。山姆每年都去中国旅游。年 каждый раз каждый 的每副词，都去中国旅游。你坚持每天都出去跑步吗？我每天6点起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是什么？主语每加天，后面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量词啊，主语加量词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些句子。你每天工作多长时间？主语加量词，加后面的短句。你每个星期休几天假？他每年回一次家。好，和老师一起读一遍。山姆每年都去中国旅游。你坚持每天都去跑步吗？我每天6点起床。你每天工作多长时间？你每个星期休几天假？他每年回一次家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句子啊，这个语法点。你多大？大卫多高？他多高？在这儿是什么呀？我们说主语加多加形容词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句子。你多大？我们说大高都是我们的形容词。我16岁。王医生的儿子多高？这是我们的主语多高。他儿子1.7米。
那我们来用多造个句子。哎，爸爸多大？好，学习多好。